咱做伙来同心祈祷。邀阮的天父上帝，阮的主宰，主阮只是恭敬，抱着敬畏敬虔的心来到主你施恩宝座面前，恳求你圣神引带带领，透过上帝话，透过阮的吟诗敬拜学到你，你圣神提醒阮，伫阮的生命中间有照你的意思去行无？你疫情虽然危险，甚至互人着惊，但是主啊，伫你的平安欢喜同在中间，阮安然自在。愿上帝圣神引带带领，伫阮的礼拜中间体会主你的心意，有信心的鼓舞，互咱每一个人领受上帝来快乐。奉靠主耶稣圣子名求，阿门。即届疫情，互咱开始，拄开始时，人心真正惊吓，毋知即款的病毒是倒一款的病毒，甚至人讲这无症状感染，无啥物症头，就开始有破病、流鼻水、发烧，甚至有些肺炎的问题。人传染到人的所在，速度愈来愈紧，所以人就惊吓的心啊！我相信咱基督徒甲一般人无共款，而且疫情非常严重的时，尤其是台湾迄阵有本土案例的时，你的心是怎样在想呢？提醒咱每一个人，头一项拄起咱惊吓的心啊！真济咱兄弟姊妹，也是讲无信主的人，伊逐工看新闻，逐工看到什么人？陈时中啊！看到这新闻报道，哇，偌济人死，偌济人感染着。其实吼，逐工看新闻拢差不多。大家看陈时中的较准，因为数目直直跳来跳去。有一寡兄弟姊妹就逐工看，愈看愈惊，惊到要死啊！想讲这到底是什么款的代志？每一工都无共款的镜头来发生的事，这心惊吓。有人惊到讲，我即摆流鼻水，我即摆发烧脑喉痛，检查真啊，互人惊死的。有人真正伫国外的所在，有人是讲我已经感染着啊，其实伊只是普通的感冒，就自杀。莫拖累咱的厝内底的人啦，就自杀好啊。这是国外实在发生的代志。前一阵欧洲、美国的所在，真济基督徒犹原伫患难的中间，但是咱台湾防疫做甲真好。但是呢，拄开始发生的时，也是讲透过即个疫情了后，咱会当做什么款的信用的反省？你是惊吓吗？还是讲你嘴红挂条条，犹原是无自在，犹原会惊吓吗？这武汉病毒对待是每一个拢真公平哦，无管你是牧师、长老，无管你是查甫查某，无管你是老人囡仔，拢会有可能得到，敢毋是嘞？但是有一项代志就是，咱毋通惊吓。信主的人甲无信主的人，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？同款会得到病毒啊！伫欧洲所在有60几个神父拢死去啊！我想讲，咱教会才有7个人，切牧师嘛无够死遮济。但是呢，咱的心思意念是咱的战场啊！拄咱所读的经文中间，箴言第4章23节讲，要尽力保守恁的心，因为伊的话是活命的根源啊！心思意念是咱的战场，咱的思考爱对上帝的话来，再保守咱的心思意念有平安欢喜。同款有可能感染着，你逐工喷酒精、挂嘴红，嘛有可能得到啊！有人啉一个咖啡就得到啊！当时你去坐捷运、坐公车的时，被隔壁人可能感染着，你嘛毋知。所以咱的心思意念是咱的战场。人讲树爱靠金，人爱靠心啊！你的心思意念若正确，有上帝话，有上帝同在，你就袂惊吓。
有当时吼，行遐毋是讲无好哦，咱人会惊，拄着困难，拄着什么代志会惊，但是过头惊遐，就是一个捆绑。咱来看主耶稣死的时，伊的门徒会惊袂啊？惊到要死。当开始彼得讲：“我甘愿甲主耶稣你死，拢无要紧。”结果人讲：“主耶稣好像受掠的时讲，人讲你是甲主耶稣做伙门徒吗？”哦，毋是。我讲人惊遐是正确，冇可能，但是过度惊遐，失去了属灵的破断的溃烂，正确的破断的溃烂拢无去。耶稣的门徒非常惊遐，因为着惊。咱咧看这数字直直跳，咱咧看到咱这些新闻了后，你毋通惊。国外真侪人因为安尼开始抢物件，医疗用品无够，民生用品无够，是开始抢啊，开始惊无通用啊，惊无保护啊。咱基督徒，咱来想看觅即个疫情的事，带着咱的反省是啥物？咱毋是我靠上帝话来话嘛，但是魔鬼撒旦就用一个限制。好，你惊到要死，什么代志拢无咧做，就惊。甚至有人惊到精神错乱，有人惊到无病变到真正破病。但是咱基督徒应该是倚靠上帝话，毋是限制这死亡的限制下面，就是死。咱基督徒嘛毋通惊，敢毋是咧？因为伫咱的生命中间有永生的愿望啊！你生命中间有永生愿望无？你知影你死后会到上帝遐无？为什么咱会惊？过头惊遐？这毋是咱上帝来。咱不比这世界更较大吗？但是呢，咱的观念、咱的思考是跟咱上帝关系影响咱甲上帝关系，就是咱甲上帝关系会影响咱的思考。因为咱的生命中间甲上帝无亲近的关系是讲，你讲上帝敢会保守我？上帝会帮忙我吗？你甲上帝无什么关系是你会怀疑呀？你相信的写新闻，毋是相信主耶稣的话。真侪人甲无信主的人拢同款。咱来反省，咱基督徒的生命是毋是甲一般人同款？还是讲咱心内底有上帝来真正平安甲欢喜呢？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到31节，这10经文咱有够熟。伊讲2个七只后，敢毋是买一甲因尔定？但是恁的天平若无稳准，连一只拢袂跌落地。但是咱会惊，咱七只啊是这种鸟类，是犹太人送向人的食物啊，是毋食物啊。但是上帝看重这七只啊，比咱的性命同款，所以毋通惊。咱每一样比七只更较贵重啊！咱的头毛上帝拢算数过，咱来想一把刀。你有囡仔的时阵吼，还是讲咱做老母的，你会抱你囝对无？抱你胸骹前的是会摸你的头毛袂？你想迄个刀的画面啊，哇，乖孙啊，还是乖囝啊？你是乖孙啊，对无？有人是乖囝啊。上帝照顾咱嘛是安尼。咱做老爸老母的时，咧抱咱的囝；咱做阿公阿嬷抱咱的孙。咱会算咱的人，哇，乖孙啊，乖囝。上帝敢毋是更满伫伊怀抱中间安然自在嘛？你甲上帝关系是遮尔亲密嘛？就影响你会惊袂惊？惊遐的人拄着代志，看别人拍下手流鼻水，哇！这是五寒八毒嘛，惊到要死，走到但是咱甲上帝关系就影响咱看待这个代志，伊是毋通惊。伫主耶稣稳定的条中间，毋通惊。第二项就是要有主耶稣怜悯的心嘛。
耶稣怎样看到大家这有病的人，甚至互人看轻的人？咱看到，若是有人感染到这武汉病毒的时，你坐伊的边仔，你会惊袂？当然惊死啊！但是咧，若是医生坐你的边仔，你会惊袂？护士坐你的边仔会惊袂？通常有当时以前拢袂惊，即摆较惊着，因为医生护士拢接触这些病患者啊。但是耶稣是倒一款的心，是怜悯的心。全世界武汉病毒发生的时，真侪人的心态无共款。有人是无怜悯的心，排斥别人，轻视别人。即个疫情了后，侪只也受到，咱就开始检验咱的性命对人的态度。过去咱看到医生吼，看到护士，尤其是医生啊，我足尊敬的对无？哦，某某医生啊，哦。细汉的时候，去诊所注射，讲注射就注射，食药就食药啊。啊，即摆咧，咱看到医生哦，我一摆甲人下单了，讲话了，迄医生甲我讲，不是啊，我拄好去检查这患者，去验迄个武汉病毒啊。啊，你会惊袂？伊就坐伫我对面啊，毋通惊。以前。咱看到这病毒发生时，咱就开始惊。但是咱对待人呢，咱有轻视这款人吗？有人得到这样病毒，还是讲我有一个经验吼，坐公车去买物件，啊买物件中间吼，因为我这挂嘴红吼，我鼻仔会痒啊，过敏的，啊就拍下手，有一个阿嬷就挖头甲青啊，甲因呢，我想讲我讲犯罪，无啦。这是人惊，惊了后就咱啊，黑白想啊，对人的态度开始转变。其实对基督徒来讲，武汉病毒这已经发生的事，是检验咱的性命有合着上帝心意，也无一个上好检验的时间。过去咱的价值观可能受到这款的武汉病毒疫情来了，有一寡转变。你较注重啥？你较惊啥？以前真侪代志拢最重要，对无？即么开始改变，变做无重要的。我举一个例啦，以前拢台湾人都爱食迄好食的物件，对无？一定爱食会着哦。某一个餐馆都爱食，就即摆拢关了，拢袂当去，拄开始有无？啊，无食会死袂？古早会啊，即摆毋通啊。这是改变咱的观念的时间，所以。武汉病毒这个疫情的事发生的时，咱就开始祈祷，咱这个疫情了后，还是疫情的中间，咱的生命的态度，对人、对上帝的态度是怎样？伫美国，即摆有真侪这所谓歧视黑人，讨厌这黑人，还是排斥这华人，因为这武汉病毒是中国来的嘛。所以全世界真侪人讨厌着中国人就真讨厌啊，甚至咱歧视别人、看轻别人。你讲哇，这人真无好，但是反省咱家己的信仰，咱敢有当时嘛是看轻遐丧向人，看轻遐无读册的人、无学历的人，看轻遐互社会无地位的人，敢毋是咧？那有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讲，我只有国校毕业，啊，你会讲哇，你足好的吗？啊是讲你毋敢讲，但是心内底其实看轻别人啊。咱的生命中间有一项真重要，就是爱主耶稣的心做心，爱有怜悯别人的心。主耶稣怎样款待这有病痛的人、丧向人？有一个查某人，血流的查某人，伊是。对犹太人律法来讲，伊是无清气的人。伊伫灵魂的中间去摸主耶稣的身体。主耶稣，我头有甲伊讲啥？主耶稣，我头甲伊讲，你的信一定互你得救啊！你的病一定得到完全的好啊！你会当平平安安搁倒转去。主耶稣毋是讲，啥甲摸？你有武汉病毒无？你上好莫甲我摸，你莫touch着我，毋是啊！
主耶稣怜悯这妇人人，伊受到社会歧视，受到社会排斥，伊是一个妇女，无社会地位啊，无钱，啥物拢无，伊只有来到主耶稣面前，要得到医治啊。过来，咱看到主耶稣怎样款待这太孤病的人。这太孤病的人是怎样款的人？社会排斥的人，伊行伫路的顶头，可能就讲：我是无清气的，唔通互人啦犯罪啊！你摸着我，你犯罪，我嘛犯罪。所以行伫路的顶头，伊必须要离开人群的中间，另外到一个所在偏远的所在，无人会去的所在。这种人是社会轻视、看轻无人要伫的人。但是这群人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来到伊面前，耶稣伸出伊的手，摸伊，为着因祈祷，互因得到透棒，互因得到完全医治。咱面对这五项病毒得到病的人，你做一个医生，你要怎样款待这款的患者呢？是惊到要死，还是用主耶稣的心做心？咱有当看到这国外回来这学生，还是讲做生意人回来，讲哇，这上好莫回来，对无？有人就安尼讲，但是这是人性的软弱的所在。若是迄是你的亲人咧，你已经发生的事，咱的教会就有一寡青少年在德国啊、英国啦、美国其他国家的所在，无都回来呢。甚至有人无钱通回来，有钱的人买机票，马上就总回来啊。遐无钱送乡的留学生呢，你国外读册这学生呢，咱是用这款的心态来对待这款的人，咱必须要有主耶稣的心做心，就是爱怜悯，唔通轻视别人。歧视别人，耶稣的心态是怎样？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36节，耶稣行透四周围所有的城市甲庄城，伫因的会堂伫教示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以后达有镜头啊白听的人，一看这么大阵的人，就可怜因，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。困苦无人照顾，你知影？耶稣时常做2项代志。头一项传讲天国福音，第2项医病赶鬼。主耶稣毋是讲啊，信耶稣得到永生真好，啊你破病恁兜的代志。有当时咱基督徒是安尼哦，信耶稣真好，你爱信耶稣。但是你破病，你家己处理。但是主耶稣唔是，主耶稣是来到这群别人轻视、别人袂当接纳这群人的中间，怜悯因、可怜因，为着因祈祷，互因得到透棒。咱做基督徒，唔是只有传讲天国福音，咱按主耶稣的心做心。活世已经临到，我相信以后有真济灾难，可能是这破病、疾病、天然的灾害，人会软心倒退，真济灾害发生的事，你惊吓吗？你轻视别人吗？还是怜悯别人？当这代志发生的时，咱怎样来反省咱的性命？那搁一摆有其他的病毒来时，有其他的代志发生的时，你用什么款的态度来行出主耶稣的心最心的听？当然咱以听来行动来带导。活世时不法的代志愈来愈增加，加天啊，人的听心开始就冷淡啊，无人要斗骹手，无人斗相共啊。伫中国，你看真侪所在倒伫遐，倒伫路边，无人要帮衬啊。我毋是讲咱基督徒看人倒路边，就爱去，就得着病毒了，就去伸手甲摸，毋是啊？你要先保护你家己啊，穿这保护衣了，再去甲摸啊，去甲救。但是有一项代志是，这个世代，末世世代，有一项代志就是不法的代志，哪加天人的心真正就开始愈来愈冷淡啊。
不只是中国啊，美国嘛同款开始抢物件啊。你有啊无呢？你有喙红，我无喙红。啊，你喙红倒位来？你甲我讲。啊，搁有咧，即马等一下领这个补助款的是，你看哦，有人就是啊，心肝受乌啊。啊，恁兜几啊栋厝过去领？人这不坏代志愈增加，人的心良心倒退啊！这是无力说，但是上帝爱咱以听甲行动来带导。我一个兄哥伫美国纽泽西迄个所在做牧师啊，伊讲伊离这个纽约只有1点钟啊。你看迄疫情危险无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当武汉肺炎病毒来时，你有祈祷无？有无？有哦，比普通时祈祷几啊倍的。但是呢，即摆疫情开始无啊，咱本土案例已经愈来愈少啊。啊，你有继续祈祷无？有无？为啥祈祷？啊，台湾就无患者啊。你有为着国外遐有需要人来祈祷吗？但是你祈祷的中间，你有一个听感染伫你的心内底的祈祷，甲凊彩开祈祷，无感受的祈祷，无听的祈祷是无共款的呢。你若有亲戚伫武汉这所在，当这武汉病毒发生的时，这城市发生困苦时，这北京即马发生灾难的时，你有亲戚伫迄抓，你祈祷是甲无是有差别对无？因为你的亲戚伫遐嘛。令咱祈祷的是，咱以主要所信的心最新的是有共款即款灵命。当咱亲像咱的亲戚伫迄所在，伫灾区的所在，伫这疫情非常严重的所在，迄款的祈祷，才是真正的祈祷，才是真正的代祷，才是有疼心，而且爱有行动的祈祷。武汉病毒发生的时，真侪人伊欠亏、惊吓，甚至无钱。咱基督徒用什么款的行动来帮助因呢？咱来看伫中国所在武汉地区吼，就一个富人人，伊去穿啊，保护甲真好对无？啊，去分口罩、分传单，去安慰帮助一寡人。伊毋是关伫厝内底饲网诶。伫巴西这个所在，遐基督徒跪伫遮认罪悔改反省，替因的国家祈祷。因的祈祷真正是由上帝来听甲怜悯啊！咱祈祷徒各一摆，咱伫活伫台湾这社会，咱教会若有缘拄着即款困难问题时，你会怎样来行动？有疼心的祈祷，咱即摆真平安自在伫这所在敬拜上帝，这是好代志。这上帝怜悯，上帝保守，上帝保护。但是其他的所在咧，伫美国这我举一个伫美国这纽约的所在，喙红这消毒液拢无够的时，你看大家安那开始抢啊！做生意人就继续黑白花，真侪拢违法，有人就心开始要趁钱尔，这款的心态。咱基督徒有啥物无共款的心态咧？咱是怎样面对这个疫情呢？咱就看到这个见证，有一个基督徒看到这全美国真侪人死空过，咱台湾敢毋是安尼咧？是啊，真侪咧无失去头路，无通好交这厝势，但是伊看到有一个厝头家吼。门骹口写一个字啊，每一个人看到目屎拢流落来。迄写啥？通知顶头写，因为即马武汉肺炎影响咱每一个人，我免除恁4月份所有的厝势拢毋免，帮咱厝迄头尾大家好好洗手，感谢。这是一个厝头家开这修理车车场的一个厝头家啊。伊对细汉就活这社区的中间，伊知影少年人啊，无啥物存钱啊，真侪人细厝来住，但是伊决定就是
一切这厝势都毋免。伊甲这个厝头要细厝的人讲，毋通惊，咱做伙渡过难关。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态度啊！真侪这细厝的这少年人，拢真感谢伊讲，这是阮上界需要的时阵啊！免去了我真侪压力。讲这厝头家真正是好人诶，真侪人要感谢伊，做家能够送伊，真正感谢。但是伊讲，这是上帝会疼，互我领受这疼，互我领受这气力，会当去帮助别人。开修理车场这所在吼，伊是努力经营这所在，伊的老爸将这修理车场交伊，伊伫个所在买厝买真济啊。明白，但他免除了但是这真济厝真有钱，不代表有疼心。但是伊是个基督徒，伊将这所有的厝势拢免除掉，帮咱这少年人。记者带伊去办公室的所在，伊看到讲这是我信所，我基督的所在。伊办公室就是伊基督敬拜上帝所在。善的力量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咱来想看卖咧，若是疫情搁一遍发生伫台湾这所在，你是用倒一款的心态，倒一款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？这时代无共款，咱看到疫情发生的时，这 NBA 选手、卡球的选手、电影明星、歌星，大家拢讲哦，某某人得到这武汉病毒，大家要关心哦。你知影有全世界真正百姓，一般的人平民百姓是无人关心的，厝边头尾死啊伫厝内底拢毋知影。咱的焦点毋是注意这歌手、明星啊。咱来注重咱的厝边头尾需要帮助的人。咱即摆画一个口号叫台湾 can help。我讲 we can help， 咱基督徒爱站出来，咱去帮助别人。咱看到即个疫情的事发生的事，有济，咱台湾古早受到这加拿大的宣教师、美国的宣教师、英国的宣教师。来到台湾设立病院，帮助咱台湾人。无论是神父、医生、宣教师，差派真济到台湾，咱这多数，咱这国家，当疫情发生的是全世界这人，就需要咱的帮助。真济这基督徒学校唤起大家捐口罩，关这嘴红啊，帮助更较济有需要的人。咱基督徒咧。咱爱站出来讲 ，We can help。第三项，咱爱有信心同在的心啊。你疫情发生的时候，咱教会做一个，嘛是无简单，嘛是真好的决定，就是安那停止聚会啊，这是政府规定的嘛，因惊互相感染。啊，要去倒位礼拜，咱的这资传的同工帮助咱，有一个网络。会在礼拜，咱会看这转播。但是阮的青少年走去倒位？走去公园内底做礼拜，会使袂？会使袂啊？袂使啊！保持距离，挂嘴红，伫公园内底做礼拜，看直播，直播了，煞要有小组的分享、祈祷，伫遐敬拜上帝、阿罗上帝，迄是毋是礼拜？是啊！啊，你讲牧师啊？转播的直播的礼拜是毋是礼拜？甲实体礼拜倒一款都是礼拜，拢是礼拜。你属灵顶头来讲，拢是共款；感受来讲无共款。那信歌伫坐伫遐唱歌，加来诗班坐遐唱歌，有伫边仔无伫边仔，当然有差。看转播和感受无共款。牧师伫遐讲道，也是看到一个看手机啊，一个牧师伫遐感受当然无共。但是属灵的意义来讲是共款的呢。无论你倒位伫做礼拜，伫厝内底做礼拜，伫教会实体礼拜，拢是礼拜。网络的礼拜嘛是礼拜。有人哦，有一个牧师啊，伊伫加拿大服侍一个妇女，伊是用网络
用视讯为这个人祈祷的时，伊就得到炮棒啊！你加拿大甲台湾遮尔远的所在，属灵共款，意义来共款是同款的。咱伫看这网络的礼拜，甲实体礼拜是共款，但是咱感受无共款。过来一点，更较重要的是有上帝同在，甲无上帝同在，甲你家己心态态度是上介重要，爱注重的。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23节讲，后壁这中文标准的翻译版是较好，伊讲上帝是神啊，敬拜伊就用伫灵甲真理内面来敬拜上帝。In spiritual, in truth， 是讲你敬拜上帝吼，是爱伫灵的内面敬拜上帝，伫圣神同在内面敬拜上帝，是伫真理内面敬拜上帝。我举一个例啊，撒玛利亚这妇人甲耶稣伫古井的边仔伫讨论一项代志。撒玛利亚妇人讲：啊，恁讲恁敬拜上帝是伫耶路撒冷。我撒玛利亚人敬拜上帝伫山顶，对无？啊，主耶稣讲啥？敬拜上帝重点是什么所在？毋是伫耶路撒冷，嘛毋是伫山顶，是爱用心、用灵、用真理来敬拜上帝，甲丢数无关系啊！你敬拜上帝，伫厝内底敬拜上帝，也是讲。伫教会礼拜堂敬拜上帝，同款有意义，属灵顶面同款。即摆图就讲到，这撒旦甲这万家顶头写吼，这撒旦甲这上帝讲吼，我用这5项病毒互教会拢关起来。啊，上帝安怎应？上帝就讲吼，我将每一个家庭变做教会，教会拢关起来，伫倒位聚会？伫厝内底聚会啊！家庭就是敬拜上帝、学乐上帝上好的所在啊！你家庭敬拜上帝，你伫厝内底看直播有算无？算啊！迄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咱每一个人敬拜上帝的人，毋是场所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你敬拜上帝是有敬畏心哦，敬虔的心哦，有上帝信心的同在无？拄咱讲头一项，咱甲上帝关系，知影咱是上帝宝贝仔囝，信拜上帝，知影咱的身份，咱是上帝囝，上帝保守。信心的同在，当你礼拜的中间，咱亲近上帝时，你有信心的同在，你体会上帝就伫你边仔，信心保惠师帮助你，你当体会上帝伫我的边仔，伫我生命内面。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讲，敢毋知你的身躯就是信心的殿吗？这位信心是哪？点伫恁的内面，是对伫上帝所领受的，毋是属伫家己尔，是属伫上帝。信心，互你感受到，信心伫做礼拜中间，互你感受到上帝的同在，但是你的态度。爱伫上帝灵的内面、信息的内面、甲真理的内面来敬拜伊。以前敬拜上帝时，咱都有真好的诗班，敬拜乐乐团也是圣歌队，咱有真好的这 organ。但是这全世界真侪所在敬拜上帝，这拢无需要，赶快会当敬拜上帝。这是提醒咱一项代志哦，敬拜。的态度、敬拜的元素，基本上就是爱伫信心内面，甲伫真理内面敬拜上帝。其他拢是外在，无一定爱需要。这是帮助咱入去咱的上帝同在，这琴、这organ、这钢琴拢真好，诗班嘛真好，但是这不是主要。那这是帮助咱入去信心的中间的一个器具啊。工具啊，但是咱来敬拜上帝是有敬畏上帝的心无？咱随时爱警醒，咱有警醒的心，透过这个戏言的问题，
病毒的问题来反省，咱有紧醒伫上帝面前哦。末世的正义开始等足久啊！你有反省无？主耶稣搁要来啊！你有感受到无？这是非洲25年啊，上界严重的这个草莓啊，所以这个沙漠的草莓啊，上界严重。16群的这草莓啊，经过这非洲的所在，你知影？1平方公里的即款的沙漠的草莓啊，一天会当食偌济人的粮食无？3万人诶！1平方公里的草莓啊，会当食3万人一天的食面。食扫过了后，真侪所在无人当抵挡因，真侪国家就无通食，无物啊通食。末世就是安尼，末世已经临到，你有紧醒的心无？我讲以后有搁较侪病毒泛滥临到的时，你有信心的同在，甲无差真济。你敬拜敬畏上帝心有无？你平常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交陪无？以弗来书12章26、29、28讲。迄个时，伊的声摇动大地，毋过打阁有应讲，阁一遍，我毋但互地，嘛要互天摇动。阁一遍，即句话指明，互这受造的物受到摇动，受到牵线，是要互这个无受摇动留落来。所以着感谢，因为咱着彼此袂互领受这袂受到摇动的国度，照着上帝所欢喜的，用敬虔甲敬畏来服侍伊。末世已经开始，真侪天然的灾害，上帝哪参就用这灾难、灾害、病毒摇动地、摇动天、摇动咱每一个人。但是咱领受袂当受到这影响，袂受摇动的角度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就是主耶稣信心的规律，伫咱同在帮助咱赢过这一切。当灾难临到的时，咱永远用敬虔敬畏心来服侍伊。咱要备办好，你普通时咱讲爱挂嘴红对无？这是必要的嘛。你坐公车，你走去病院爱挂嘴红无？你伫咧厝内底有敬畏上帝无？有敬拜上帝无？敢若无一定有需要，对无？当上帝改变咱一寡生命中间的处事啊 ，priority， 什么是优先的啊？以早你去食饭时爱食上好食的餐厅，这拢关起来。以早有一寡人生理人走酒摊，即摆拢关起来。我爱看电影伊拢关起来。我要上班，公司无爱互你去，拜托你留伫厝内底上班。台北市一寡都市拢无共款，每一项生活的步调拢慢落来。但是有一项恢复，我毋知你伫厝内底有恢复无？伫厝内底家庭这段，灵修啊，读圣经时间变甲真济呢，还有利用把握这时间来亲近上帝无？咱生命中间的 priority， 迄生命甲咱甲上帝关系有改变无？当灾难临到的时，你会当无受到摇动无？以弗来书第10章25节讲，有一寡人停止聚会，毋通学伊的习惯，颠倒还互相劝勉。既然知主的日子要到啊，就应该就安尼。有人吼，伊讲网络聚会，我拄仔讲对，网络礼拜甲实体礼拜是毋共款？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属灵的原则共款啊。同一本圣经，同一个牧师讲道啊，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？啊，我伫厝内底做礼拜就好，为什么来这实体礼拜？啊，咱都转去厝内底看转播就好啊，
我嘛有手机仔呢。但是你还知影一点，人的心是软弱平淡的啦。我当时靠遐青少年讲，啊，你有来做礼拜无？啊，伊倒伫面前甲我讲，我有伫做礼拜，你要相信无？拄开始头一礼拜，穿西装穿好好，尼古带教好，坐伫遐哇做礼拜。第二礼拜嘛共款，第三礼拜嘛共款，第四礼拜嘛共款，第五礼拜讲啦，尼古带无去啊，西装嘛无啊，倒伫面前无输啊，啊你是讲倒一集？这是人性的困扰，人的软正，所以希伯来书提起一项代志，有一寡人停止聚会啊！你哪知影伊停止聚会？你网络我有网络做礼拜啊！咱看那数字，我有真侪人咧后台咧看这，伊是看电影还是做礼拜？这无共款的。咱用上帝灵，用信心，我靠信心，伫信心内面，甲真理的内面做礼拜。但是呢，人的心是软正，你哪知影有做礼拜无做礼拜？我看青少年吼，我哪知影有做礼拜？阮第二场做礼拜了去小组，小组就点名，啊，你有来无来就知影。有做礼拜无做礼拜，小组讨论讲，啊，今日无事讲啥？我袂去算呢。所以唔知影，我就有来小组，所以就随知影。但是有一项真重要，就是咱爱互相提醒。即摆网络有伫看吼，注意哦，我讲一遍哦，爱互相提醒。有一寡人停止聚会，你哪会知？若是无等兄弟姊妹组织做伙，互相提醒，主的日子要来啊，就真害咯。人的心是软正平淡的啦。那为什么咱组织做伙互相提醒？敬拜上帝当然是对上帝，但是对小组来讲，咱是互相提醒。咱伫团契中间互相提醒，有做礼拜哦，咱讨论上帝话，实行上帝话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劝勉，用敬虔的心来伫默誓，为着上帝来做上界水的征战。咱做伙来同心祈祷。听阮的特别上帝，你是阮活命源头。主，阮只是当心伫你面前，用敬虔敬畏心来领受上帝话。主啊，求你明阮，阮是软正的人，伫这末世世代，求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甲主耶稣相甲同行。伫末世世代，人的心邪恶，人的心冷淡。但是主，我靠你心永远袂改变。阮求你手赐这勇气、快乐、平安、欢喜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互阮台湾这岛屿大大互上帝来使用。有一天，不只是咱会当帮助别人，有一天咱会当将福音透过阮的生命，将福音传到全世界。大主，你使用阮台湾，互全世界看见咱防疫做甲真好。台湾的名嘛，伫世界，互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看到。主啊，我们要真做你所使用的器具，求你帮助伫台湾的教会兴起，传出你的福音，去帮助接纳，去听遐有需要的人。去听遐伫卑微伤心，无人要睬，有人歧视、看轻的人，互阮的生命甲主耶稣同款，有怜悯、有听、有信心的同在，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